大家好，歡迎來到 Future Learning Lab。過去幾十年，評估一個人值不值得錄用，值不值得被社會認可，看的標準是什麼？你來自哪所學校？你的學歷是什麼？你的證書是不是夠多？很多家長到今天還在為孩子能不能進名校而焦慮，因為我們相信學歷是這個社會唯一的敲門磚。但今天我要告訴你一個殘酷的真相：AI 正在徹底打破這一套邏輯。你以為學歷是敲門磚，但在 AI 時代，它反而是一塊巨大的絆腳石。這不是我閱的，這是 AI 教母李飛飛在公開場合中非常直接地表達的觀點。他曰：傳統的學歷標準正在失效。為什麼這位 AI 領域的領袖會下這樣的定論？今天我們就要深入理解 AI 時代孩子真正的競爭力是什麼。核心論點一：舊標準為什麼失效？李飛飛的觀點非常清晰。過去學歷重要的三個原因，現在都被 AI 徹底瓦解了。一、知識不再稀缺，而是隨時取得。過去要靠學校花4年給你，現在靠 AI 1秒就能給你幾十萬字的摘要和答案。學歷驗證的，你知道什麼已經不再值錢。二、工具的更新速度比學校課程快100倍。過去人生按部就班，工具穩定，現在技術工具包每半年就徹底換代。如果一個人還在拿住10年前的學位證，證明他過去學了什麼，那在今天是完全沒有意義的。三、企業需要的是能用工具的人，而不是有文憑的人。李飛飛說了一句非常關鍵的話：重要的不是你知道什麼，而是你能不能在工具更新時快速成長。核心論點二：李飛飛的招聘鐵律。接住，李飛飛給出了一個最極端的例子，這直接定調了 AI 時代的新學歷標準。他在談論自己創立的 Lab 招聘時，態度是強硬且堅決的。我不會聘用任何不擁抱 AI 協作軟體工具的軟體工程師。為什麼？他不是因為迷信 AI 工具完美，而是因為這代表了這個人缺乏3種能力，而這3種能力在 AI 時代比任何名校文憑都重要。缺乏成長意願，他不願意跟上快速成長的工具包；缺乏開放心態，他抗拒固守舊有經驗；缺乏超級賦能力，不使用 AI就無法將自己 superpower yourself， 你無法放大自己的能力。在這個時代，一個會用 AI 的普通人將超越一個不用 AI 的天才。行動建議：打造 AI 時代的學習操作系統。那麼我們該怎麼做？我們在 Future Learning Lab 的觀點始終是，教育已經從輸送知識變成打造學習能力。給孩子的建議：未來不是比誰背書快、考試高，而是比誰學得更快、用得更好，特別是誰的提問能力更精準。學會對 AI 提出好問題，才是下一代的超能力。給家長的建議：請停止問我孩子成績好不好，請開始問我孩子有沒有主動學習的習慣，他會不會用 AI 工具解決作業或生活問題，他有沒有快速學會新工具的能力。給老師與教育者：我們不再是知識的傳輸者，而是學習操作系統的設計師。教導孩子掌握自己的學習節奏，學會自我迭代，遠比教他標準答案重要得多。最後，用這句李飛飛觀點的金句來定格我們對未來的理解：AI 不會淘汰人，會淘汰不會學習的人。未來的學歷叫做學習能力。今天我們不是在討論 AI 技術，而是在討論你孩子未來要靠什麼生存。如果我們繼續用舊時代的方式教孩子，
孩子未來會付出巨大的代價。在 Future Learning Lab，我希望幫助你看得見未來，並讓每個孩子擁有真正不會過時的學習能力。如果這支影片對你有啟發，請訂閱我們的頻道，我們會持續為你帶來 AI 時代最前沿的教育洞察。我們下次見。